各位，你有冇發覺最近行街，周不時都見到啲由細見到大，平時熱鬧到不得了嘅大酒樓，突然之間就成個招牌拆咗落嚟，門口仲貼住張冷冰冰嘅告示話結業謝客。呢件事真係唔係講笑，由2024年年頭開始，短短4個月入面，全香港竟然有成14間大型酒樓接二連三咁冧檔。你可能會話，係咪租金太貴啊？係咪地產商逼死人啊？但我今日要同你講一個好殘酷嘅真相，而家嘅情況係慘到，就算個業主肯免租，好多酒樓都係死路一條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一下，呢個曾經代表住香港輝煌飲食文化嘅傳統茶樓，到底係點樣一步步跌入深淵？到底嗰3大致命死穴係點樣將呢啲老牌大行推向萬劫不復嘅境地？我哋先嚟睇睇個數字，真係聽落都心寒。2024年初到而家唔夠半年時間，全港各區嘅連鎖酒樓好似排隊咁執，當中有啲係做咗20-30年嘅老字號，有啲係幾萬尺，閒閒地可以擺成百圍酒席嘅超級大場。以前我哋細個嗰陣，星期六日同屋企人去飲茶，係要喺門口等位等成個鐘，甚至要同人搭台先有得食。但而家你行入去，隨便坐，仲要冷冷清清，連嗰啲推點心價嘅阿姐都好似冇晒精神咁。好多人覺得香港租金係全球最貴，酒樓執笠一定係因為租金啦。係，租金係重擔，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以前租金一樣咁貴，甚至更瘋狂嘅時候，佢哋可以生存到，而家就唔得？其實傳統酒樓第一個致命死穴就係人工同人才嘅斷層。你知唔知而家請個點心師傅有幾難？以前啲後生仔無書讀或者想搵門手藝，就會入廚房做學徒，由後生做起，慢慢磨個10年8年變成大師傅。但係而家係2026年啦，邊個後生仔仲肯入嗰個熱辣辣又濕又焗嘅廚房，一日企足10個鐘去包蝦餃、燒賣？我之前聽過喺酒樓做咗40幾年嘅老師傅講，而家點心部最生動嘅勞動力，平均年齡都已經係50歲、60歲以上。如果呢班老臣子退休，根本無人接手。你可能會話，可以用機器做㗎嘛？係，而家好多酒樓都係用緊預製件，即係所謂嘅中央廚房。但係你作為食客，你一食就知，嗰啲蝦餃皮厚到好似粉筆咁，嗰啲燒賣肉質死實實，完全冇晒以前嗰種新鮮出爐、師傅手工製作嘅靈魂。當一間茶樓連最基本嘅味道都保唔住，食客點會仲會返嚟？加上而家最低工資又加，強積金又要供，勞工保險又貴。一間大酒樓閒閒地要請幾10個員工，洗碗、傳菜、樓面、廚房，每個月單係出糧嗰條數就已經係天文數字。我幫你計下數，一間大型酒樓如果每個月營業額無反300-400萬港幣，佢基本上係連份糧都出唔起。就算業主收你0蚊租，你每日開門就要輸幾皮嘢人工，仲未計水電煤，你話點頂？講到呢度，就要講埋第二個死穴，亦都係最令香港老牌酒樓頭痛嘅，就係消費模式嘅全方位轉變。大家心照啦，自從開通咗深港半小時生活圈，每逢禮拜六、禮拜日，香港人去咗邊？全部北上晒啦。你去深圳、廣州啲大型商場睇下，入面嗰啲新派粵菜、點心店，裝修得靚，服務又好，最重要係咩？係性價比啊！喺香港飲餐茶，每位閒閒地要成100幾200蚊，仲要俾人限時限刻，坐得又逼，仲要受啲老牌酒樓阿姐嘅氣。喺深圳，同樣嘅價錢，你可以食到龍蝦鮑魚，仲要個場大到可以俾細路仔跑，裝修仲要係網紅風。呢種北上消費嘅浪潮，直接將香港酒樓最穩定嘅嗰班家庭客同銀髮族搶走晒。而且而家嘅後生仔，即係嗰啲20幾歲、30幾歲嘅社會棟樑，佢哋嘅社交習慣完全變咗。以前大家族聚會一定要去酒樓擺兩圍，大龍鳳咁先至夠體面。而家班後生仔結婚寧願去海邊搞個簡單嘅雞尾酒派對，或者去海外搞小型婚禮，
根本唔會想喺酒樓擺嗰啲傳統婚宴。你要知道，婚宴係酒樓最高利潤嘅來源，係佢哋嘅續命草。以前一到好日，一晚接3場婚禮，基本上嗰個月嘅營運開支就搞掂咗。而家啲後生仔聽到擺酒2個字都搖頭，覺得又老土又難食又浪費錢。冇咗婚宴呢嚿大肥肉，單靠朝早嗰幾籠幾蚊、10幾蚊嘅特價點心，你叫間酒樓點樣撐得起幾萬尺嘅場？講到第3個死穴，我覺得係最根本嘅問題，就係管理模式同成本架構嘅僵化。好多大酒樓嘅老闆仲係用緊20-30年前嗰套思維去經營，佢哋覺得只要個場夠大、燈夠光、個名夠響就得。但佢哋忽略咗而家係2026年，係大數據同精準營銷嘅時代。好多新式餐飲集團會用程式分析邊隻點心最受歡迎，會搞會員制去留客，會喺社交媒體做推廣。但你睇下嗰啲傳統酒樓，連個網頁都可能係10年前嘅產物，甚至連電子支付都唔係好想收，仲係要你俾現金。最致命嘅係，傳統酒樓嘅成本結構好唔健康。佢哋好依賴大場效應，即係話佢一定要個場夠大，先至可以容納到足夠嘅客量去填補嗰個龐大嘅行政開支。但係當個市道一轉差，呢個大反而變咗負累。你諗下，一間2萬尺嘅酒樓，就算入面得3成客，你都要開晒成場嘅冷氣，開晒成場嘅燈，拯救咁多個保安同樓面。呢種缺乏靈活性嘅營運方式，喺而家呢個充滿變數嘅經濟環境下，簡直係自殺。我聽過一個業主講，佢曾經想減租俾個酒樓租客，點知個租客喊住咁同佢講：老細，你就算唔收我租，我都開唔到工，因為我連買料錢同出糧錢都蝕埋出嚟。呢句說話真係好悲哀，反映咗成個行業嘅困境。其實我哋睇返呢4個月冧嗰14間大酒樓，好多都係歷史悠久嘅集團。佢哋曾經見證過香港經濟最輝煌嘅年代，見證過大家豪氣到用魚翅撈飯、鮑魚當零食嘅日子。但時代嘅巨輪係唔會停落嚟。當一個行業嘅產品老化、人才流失，加上外部競爭強烈到一個點，而佢內部管理又跟唔上時代，咁樣嘅大地震係必然會發生。我哋試下深入啲睇，點解免租都死？呢個係好多人唔明白嘅經濟邏輯。一間大型酒樓嘅開支佔比大概係咁樣：食材成本佔30%左右，人工成本佔35%到40%，而租金通常佔15%到20%。剩返嘅就係水電煤、保險、雜費同埋利潤。你睇下，人工加埋食材已經佔咗超過70%。如果生意額跌一半，你就算扣除咗嗰15%嘅租金，你依然係入不敷支。加上而家嘅客單價根本升唔上去，市民消費變得好謹慎。以前飲茶會叫特大點，而家可能2個人嗌3籠小點就算。呢種消費降級，對於需要高流轉率嘅大酒樓嚟講係致命傷。你可能會問，唔通香港嘅飲茶文化就咁消失？我又覺得唔會。你會見到，雖然大酒樓一間間咁執，但係啲新派點心專門店反而開到周街都係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夠靈活，個場唔需要大，幾百尺到1000尺就得，專供幾款招牌點心，人工成本低，管理容易，而且裝修型格，吸引到後生仔打卡。呢種化整為零嘅策略，正正就係生存之道。傳統酒樓嗰種乜都做、大包圍嘅模式，已經唔再適應2026年嘅市場環境。講到底，傳統大酒樓嘅衰落，唔單止係因為租金或者經濟環境，更重要係佢哋失落咗嗰種與時並進嘅動力。我哋細個嗰種推車仔點心，雖然好有情懷，但如果情懷唔可以轉化成利潤，最後都只可以留喺記憶入面。各位，如果你屋企附近仲有一間你由細食到大嘅酒樓，趁佢仲未變做超市或者健身室之前，真係要去多幾次。唔係要你去幫襯佢發達，而係去同嗰種即將消失嘅舊香港味道講聲再見。因為下一次你再行過嗰條街，
可能嗰個熟悉嘅大招牌已經變成咗歷史。我哋今日講到呢度，呢個關於酒樓執笠潮嘅話題，其實反映緊成個香港實體經濟嘅大洗牌。傳統唔代表唔好，但傳統如果唔識得變通，就會變成包袱。喺呢個4個月冧14間酒樓嘅數據背後，係一個時代嘅終結，亦都係新餐飲時代嘅開始。我哋不妨再諗深一層，呢14間酒樓嘅結業，影響嘅唔單止係老闆，仲有幾千個基層家庭。嗰啲喺酒樓做咗幾十年嘅阿姐、師傅，佢哋50、60歲人突然失業，可以轉去邊？呢個係社會需要正視嘅問題。而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，呢場危機亦都係一個警示。香港嘅餐飲業如果再唔揾出新嘅出路，再唔諗下點樣同鄰近地區競爭，未來嘅結業名單只會越嚟越長。面對2026年嘅挑戰，我哋見到嘅唔單止係幾間酒樓嘅消失，而係成個商業生態嘅重組。你要生存，就一定要比別人跑得快，或者比別人做得精。大而無當嘅時代已經過去，細緻、專業、有特色先至係未來嘅王道。希望呢番分享可以令大家對呢個現象有更深嘅理解，唔好單純覺得執笠就係因為租金貴，背後嗰種社會變遷、人才斷層同管理失敗，先至係真正嘅致命傷。面對時代嘅變遷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保持清醒，睇清真相，然後喺變幻莫測嘅世界入面揾到自己嘅生存空間。下次再同大家傾下其他香港嘅怪現象。拜拜。